好，今天呢，我们在荣总佛教频道的这个平台上，我们邀请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嘉宾，这个嘉宾呢就是叫做安娜啊，她呢现在呢就是正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应该可以这么说了啊。他的环游啊，这个也可以说环游家，我不知道啊，这个一些精准的用法我就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谈话的内容当中，我们就有机会知道这个细节。还有我们有一个就是多尔基玛，也是今天他们两个这个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安娜好，扎西德雷，大家好，扎西德勒，多尔基发音玛，扎西德雷。扎西德勒同时，德勒，扎西德勒安娜，扎西德哎呀，勒，大家好。然后呢，现在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呢，安娜您就是比较简单的，给这个观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再加上呢，我想这个跟你这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为什么这个学佛学佛对于你有什么在生活当中，对你的生命当中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这两个是我的第一个，就是想问的问题。谢谢。好的，好的，大家好。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 Annabelle，大家叫我安娜是最方便的、最简单的。我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口中啊，大家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都人到中年了，还瞎折腾。其实我一直是在大家口中那个特别特别喜欢折腾，一个停不下来的人。怎么说呢？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我是99年正式出国的。99年出国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去辞掉了一份当时真的可以说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吧。就是当时是做国际贸易，而且还是国营的公司，而且薪水是非常非常不错，职位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就是不甘心，就是觉得还是想要出去看一下，然后真的是做了4年吧，将近4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基本上在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特别不理解我的情况下，我当时是从公司彻底辞职了，就是什么中国的那些什么保险呀什么，我就全都不要了，然后就一个人，那时候20出头嘛，还是我觉得，比较就是有那种激情的时候，真的是扛着一个行李箱就出国了。然后第一站是新加坡，然后这一站呢，就一下就5年吧，将近5年的时间。我在03年的时候，在新加坡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准备了全部的这个下一步的手续，然后申请这个澳洲的大学啊，然后申请所有的这些。我们大家知道，就出国其实很麻烦的，要准备很多很多手续，各种这些 paperwork。所以当时就自己全部准备了这些东西以后，申请了悉尼大学，我就把自己呢送到了悉尼，在07年初的时候，对，然后呢就开始了下一程的这个学习。在07年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工作。工作了1年多呢，在08年其实又是一个特别折腾的这个一个年份啊。我是工作了1年多以后，我觉得悉尼有一点闷，就是哎呀，也和我不太，就是想干的事儿也干不成，所以呢，后来就跟我的老公，现在的老公，以前的男朋友，就决定啊，他想去回意大利发展一下啊，去体验一下就是不同国家然后工作的情况。那当时呢，我们俩就把工作全部都辞掉了，就决定回意大利。所以其实当时呢，又是掀起了一阵我周围所有，包括我妈妈，家里的亲戚，还有所有周围的朋友的一阵
特别大的反对吧，也不能说是绝对的反对，因为首先呢，我先生他不是一个中国人，哎呀，我妈就是各种担心，就是老母亲的那种，真的我能体会到她各种担心。她说，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哈，职位也不错，虽然薪水一般，但是呢，哎，你就把它辞掉就没有了。然后呢，你还不是结婚，你还是男朋友。啊，你过去以后，你又没有工作，你怎么办呢？就是说，哎，你没有人要怎么办呢？就其实我是承载了很多很多这种压力。就我朋友说，哎，他靠不靠谱啊？就是这些压力其实全都在我身上，但是我当时还是决定跟他去回意大利去体验一下。我就当时想的很简单，我就说不行嘛，大不了我就再拿着行李箱再回来呗，对，就是很简单。其实其中这个原因呢，有一部分绝对是因为就是感情在那里，还有一部分呢，其实也是为自己。我就是真的是一个自己决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去比较专注，或者说去认真的我去考虑。我要不要去做啊？我是比较愿意多去听我自己内心，而多过就是说，哎呀，很多周围的人说这件事你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其实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我的信仰吧。那么其实之后呢，就是我们2009年。又回来了悉尼，我们觉得就是安家立业啊，还是悉尼比较合适。然后就是其实平平静静的有个，直到2017年，2017年呢，我生完了老二，他6个月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啊。6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喂奶，哎呀，特别小啊，就是一个小 baby，我抱着小 baby，我老公说，哎，我有个想法，要不然我跟你谈一下。那天呢，我就说行啊，然后就聊。然后当时他这个想法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把我吓到了，就是这个带着2个孩子帆船环游。哎，我的女儿来了。Ivan, do you want to say hello? Hello. Hello. 你跟大家，Can you tell everyone what's your name? Arwen. Okay. Anything else you wanna tell? You don't have anything? It's okay. 那么当时呢，我的女儿她是5岁半，6岁，将近6岁，我儿子是半岁。所以当时呢，我怀里抱着一个，然后再看着旁边有一个小的，我说：“哎呀，这就环游！”我当时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所以其实，在这件事在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其实我们经过了好多次的商谈，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们最终决定去帆船环游的时候，可能经过过几次的沟通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学习，然后准备。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家大概用了3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次环游。然后很多很多事情要准备，学习帆船呢，然后去了解帆船每一个部件，因为我们要自己买帆船，就像买房子一样，就它每一个部件它是怎么设计的，哎，它是不是合适这个整个环游世界啊等等，特别多的细节问题，包括天气啊，包括在哪一个海域，什么时间段可以航行，它的洋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是在什么期间只能往哪个方向走等等，就是特别多的细节。所以在这3年里面，我们一直在学习，包括给孩子准备这个 homeschooling， 就是我们自己教育孩子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些所有的调查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看到我的这个环游是说，哎呀，安娜他们家是2020年8月份开始的这个环游，那你们算是正式环游了。我说其实对大家来说啊，2020年8月是我们正式开始，但是对我们家自己来说是2017年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再去准备了。没有这个第一步的准备，肯定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一个实现的。所以呢，其实真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已经环游挺久的了，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已经有好几年了，是这样。对，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准备期间，我们听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啊，很多怀疑啊、质疑啊，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和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包括说这个佛法对我有什么帮助。其实在这些事情的整个的这个准备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有很多的学习的过程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人，
但是我所有的佛法知识非常有限，我经常聊佛法聊的最多的人就是道真吧。我经常会自己有一些对生活的感悟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亲爱的，你帮我看看，我说我觉得哈这些事情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在佛法里面，如果我们去这样去连接，这样去说，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我去聊佛法聊的最多最深入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连接也好吧，还有一个指引吧。其实这在这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道真嘛。因为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啊，佛法其实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人，但是呢，我对佛法怎么说呢？是，我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啊，就是亲佛，就是我对佛法觉得非常亲近，没有什么原因。我小的时候就是非常调皮，就是一直特别好动，我是个非常好动的小孩。我妈就是特别担心我说，这个小孩是不是有多动症啊？她就会说，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因为老师也会说，这个小孩子在这个上课啊，他坐不住的，他就是一直想动，说你的屁股底下是不是有钉子？我就是坐不住。但是呢，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啊，有时候我妈他们经常会带我去寺院呐、等等啊。然后长大一些的时候，我会经常约着朋友也去寺庙。就是每一次一到寺院的时候，我是整个人会就是平静下来，没有什么原因，可能他的那个整个寺院的那个场域就让我觉得很安静，就是我自己整个内心可以静下来，我人也就不那么毛毛草草的了。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在我身上的一个就是行为，所以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呢，长大了以后其实也没有真正找到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佛法它本身，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我觉得佛法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怎么说呢？他也从来没有说离开过每一个人，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其实我觉得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有多么的专注去相信你自己，去相信这个佛法，那佛法它就同样有多大的力量去协助我们去完成每一个人自己要去面对的这些难题也好呀，课题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生活里面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特别辛苦啊，特别觉得让自己烦恼烦躁的这些事儿。但是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在专注在当下，其实我觉得佛法它就一直在指引你。只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会在这个当下的时候被外面的这些声音去影响到的时候，他就会只能连接到佛法一个知识层面、一个文字层面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佛法到底对我生活有没有用？其实这个我是不赞同，我是觉得其实佛法真的是在生活每一个当下，它就是在我们身边，你要去全然的去相信它。那么我现在就是听到方方面面的，就是你的这个很多人生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选择啊、经历啊，然后就是不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啊、决定啊等等。那我自己来说的话，也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择，都是这个别人和这个包括我的父母都无法理解的。或者如果就是这个决定权给他们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认同的这种情况下，我也就是离开，就是这种家乡已经也是20多年，快20年了，所以就是等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也去了各种各样的国家，那现在也就是就在这个悉尼嘛，所以这些呢，其实种种的我也几乎就这么可以能够想象的但是呢，就是唯一呢，我没有就是自己去体验过这种环游这种，那当然这本身呢，这个听起来也就是一个冒险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不容易的，尤其是呢，就是2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刚刚就是这种生的一个小孩子和一起
然后一家人要这样做事，那就是这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勇气啊。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佛法啊，当然呢，我们荣升佛教频道呢就是一个佛教的频道，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本身就是离不开这个佛法的啊，佛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我们讲的内容和佛法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其实这个呢本身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是要刻意讲佛法，但是呢，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我是听多吉玛那边说的，就是说你是对这个佛法有信心的，而且呢，就是用佛法的智慧应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尤其是在环游当中呢，就是听都这么说呢，你就是也这个体会到很多生命的一种微妙的，或者这种我们佛法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无常，因为这种有一个自己一个亲身经历的这个体会呢，就是非常刻骨的，而且非常贴切、非常深刻的，这种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啊。但是我呢，就是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就是很好，因为我们佛法不应该一直在这个逻辑层面或知识层面，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嘛。所以呢，就是你第一个呢，你这个生活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经验，再来呢，就是你就是有佛法的智慧放在这个生活当中，那就是其实是很珍贵的。所以呢，比如说啊，以前我看过这个玄奘之路，就是玄奘大师取经的，不是孙悟空的那个方面的这个故事，而且真正的玄奘从这个东土就是这个长安吧，就是去到这个丝绸，透过这个经过这个丝绸之路，然后去到这个印度的这个路程当中呢，他呢就是也遇到非常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一边呢就是念诵这个般若心经，一边呢就是意念着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这个愿力，然后就是鼓励自己，然后度过种种的这些困难啊，有这种故事的，非常非常生动感动的。那我们就是在藏地呢，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马尔巴大医师嘛，就是马拉里巴大师的上师，他呢就是说他去过3次这个印度啊，他就是这个那个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和挫折然后他为什么呢？就是还是愿意面对一切，是因为他的信仰的力量，他有这种一个完美的或者美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梦想和一个自己的一个追求。然后人有了这种一个内心的一个力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信仰嘛，那是很强大的。所以呢，就是他去到了这个印度，去到了佛经，然后就是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这个藏传佛教界呢，就是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啊，各种各样的，已经1000多年了，已经现在还在这个持续一个兴盛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其实从佛法界有各种各样的，当然你和他的这个选择一般不，你是这是一个生命的体会，但是这个体会的过程当中，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嘛，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和面对的方式，面对的你有你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听起来也非常精彩。我希望呢，我们就接下来这个过程的也要继续要这个细谈这个事情。那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直接问这个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刚刚所说的一样的，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或者更精准来说的话，从2017年开始，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去环游。也共同面对这个挑战，然后这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的一个体验嘛。那这个缘起和过程呢，你也其实刚刚已经说了啊，这个缘起，但是这个除了缘起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你有了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学到了什么这些方面你能不能跟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你的这些精彩的故事。
好的，没有问题。其实刚才堪布特别好，堪布你讲的这些东西，就像给我一个热身一样。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刚才你讲到这个，就是玄奘在路上的这些辛苦啊，他去念诵这个般若波罗蜜心经啊，包括他去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我在航行中我也有这样做。也是因为这些呢，确实我要感谢刀正马，他其实有去协助我啊，教会我去做一些观想啊。同时，其实我等一下会给大家讲，就是具体真的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那些危险的时候的那些真实的经历的时候，我其实下意识的第一时间是内心有念六字大明咒的，这是一个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行为，已经变成一个潜意识的行为，我有的。所以其实刚才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有感同身受吧。那么其实呢，怎么说呢，在这一次环游里面呢，有很多就是真实的一个经历，让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我想说，可能首先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首先一个其实就是，就是这种立刻解决突发问题的这个事情，这种状况。因为在环游中，我没有想到，我们几乎在航行的日子，每一天都会有突发事件。我觉得这个频率在最开始让我去刚刚开始环游的时候，我是承受不了的。就是可能是我们大家口中的无常吧，就是我觉得，哎，无常就是，哎，你可能隔一段时间给我来一下的话，哎，我还可以去处理。但是我后来发现，几乎是每一天都有的时候，我有过几次打退堂鼓的这个想法呀，就是真的就是加上自己身体很累的时候，我会想说，哎呀，算了，我们要不然就结束了，要么就回去吧。就是真的这一条路绝对不是。像大家看到的，我微信圈发了很多美食美景的这样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是包括就是怎么说呢？我举一些例子吧，就是我真的最开始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内心有过那种恐惧，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也有过那种有一些抱怨，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哎呀。我老公跟我说的是航行是安全的嘛，哎，你明明跟我说的挺好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内心有很多的，就是很难去形容的这种感受。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哈，这1年多以后，我发现，哎，这些事情，在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的态度。那个坚定和坚守和刚才您说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已经变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就是举个例子吧，我们几次航行的过程中啊，航行停船，有一次是在航行过程中非常危险，我们碰到船体有漏水，因为我们开船的人都知道，船体漏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以呢，当时船体漏水，我们第一时间就要看这个 bilges 里面，我们就要打开，我们就要放成自动驾驶，打开这个船底下这里，我们就要用手去试那个水是咸水还是淡水。如果是淡水，那么只是水管子，就是那些管道啊，它可能有漏水，我们停船以后自己慢慢检查就好了。但如果是咸水的话，那我们的船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所以其实在几次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心真的就是你感觉那个心直接就是从胸口到了喉咙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在行船的时候，所以其实去每一次面对这些事儿的时候，就去学会就是自己从那种恐惧呀、害怕呀，就是那种包括有一些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抱怨，然后去就是学会，哎，第一时间我先不能慌，如果我慌了，我和我老公慌了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一定处理不好。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去学习这个专注，就这件事现在要解决，我们就必须尽全力去解决，不要去被所有的自己的情绪吓到。就是我这个感觉特别强，这其实只是其中一件事儿。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发生的非常频繁的事儿呢，就是航行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受伤。
有一次呢，就是在我刚开始开船的时候，我经验不足嘛，就是有时候夏天太热了，在欧洲那一次呢是在希腊的海域航行，那一次的事情 Dojima 是知道的。当时呢天太热，我就不喜欢戴那个手套啊，就里面全是汗，我把手套摘下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阵风，那个船体就开始倾斜，就突然而来的。然后我就要必须把这个缆绳解开以后呢，就是然后拉紧它，然后但是我儿子他坐在非常靠近缆绳的那个位置，我知道我拉的时候，如果那个缆绳抽到他身上的时候，那就是皮开肉绽的。就是因为那个船帆它承载了就是突然来的飓风的时候，那个船帆大概是21米高，很大的一个帆，它我觉得应该是上千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我当时只能用我自己的手去拉住我根本就拉不住，那个绳子直接其实从我手上这样划过的时候，我直接就是那种钻心的疼不说吧，然后就是那种我们去烧烤的时候那种烤糊的味道，我就闻到我自己手上是那种糊的味道，然后就体验了一次十指连心的那种疼，它整个我的手掌，整个到手掌到这个手指就全部被打烂了，就是开始起泡了。但是当时那一次呢，我其实没有想任何的，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一个自然而然的流露就是我不能让这个绳子打到孩子身上，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去专注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周围所有的这种恐惧啊，还有这些事情它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所以后来以后就是这种身上的这个伤的这种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次，就每一次都是这种突发事件，所以其实这些突发事件呢，让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再去面对问题的这种态度特别不一样。就是以前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我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我会要先让自己的情绪去释放啊，然后我才能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在海上的时候，老天爷没有给我们1分钟时间去考虑，你只能马上当下平静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那天把手抽烂了以后，我当天晚上还这只烂手还给他们做了一顿晚饭。就是我觉得以前在正常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不会这样去对待我自己的。但是在航行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艰苦呢，貌似它的展现是艰苦的，但实际上其实它修的是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坚定，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还碰到过好多这种突发事件，还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去年2020年10月份的时候，那个土耳其的伊兹密尔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应该是7、8级的大地震。当时我们离得很近，我们在希腊，虽然我们在希腊，但是它海域是通的，离得很近，所以其实它的引起的那个地震其实是会引起海啸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第2天还是第3天出发的时候，那个海水看着是很平静的，表面看着很平静，但实际上它内里已经是真的在翻涌了。然后我们那一天呢是决定出发，看好了天气都 OK， 然后那一天其实就是也是突然的，就第一次面对人生这种感受，就是突然的在我们转弯以后啊，来了一阵飓风。这个飓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要来，所以我们的那个帆呢还都撑起来，然后我们的船一下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这种倾斜度，差不多50多度的角，我当时心又从这个心脏里面到喉咙又跳出来。对，我觉得如果你跟我说，什么是心脏要跳出来，我可以特别真实的说，我好像体验过几次。就是当时呢，这个自动驾驶已经不能驾驶这个船了，就会非常危险，也许就会翻呢，就会特别危险的一个状态。那我老公他只能掌舵，所以我呢就去拉那个缆绳，那个缆绳在42节风速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我要在这个角度，然后去把那个缆绳拉起来，把那个帆给收起来，收到很小的位置才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就进入了一个极度
恐惧的那种，我觉得就像就是体能极限的那个状态吧，我就怎么喝水喉咙都是很干燥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用了多久就把那个缆绳，我就是只能搅一点点，然后休息一下，搅一点点休息一下，因为我的体能就是根本拉不动那个上蹲的那个翻。很微小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在自然界里面，你就可以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其实，在那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下意识的一直在默念这个六字大悲咒，这是第一。其次呢，就是那一次的时候，我一边念我就一边说，就那一次让我连接到让我价值观最改观的，就是我们就是人类，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或者在整个宇宙里，我们太渺小了。就是你一定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就是这个尊重生命，它其实超越了一个生死，它是要尊重每一个这种像众生和万物的一样生命。就是因为我们在自然界里真的太渺小了，所以那一次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特别深的这种感受，在那一次。就是因为那个船的倾斜度，如果我的孩子吓哭的话，我会更紧张。但是我特别欣慰的是，他们没有。就是我可能用了可能得有20分钟，我把那2个船帆都收到很小的位置以后，那个船体它还是很倾斜，但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我去哄孩子的时候然后我的儿子他基本上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他靠在我的腿上，居然睡着了。我当时特别欣慰，我觉得其实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体验。他们有这份经历，我觉得他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对我改变特别大的，就是在海上，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会来。然后我跟我老公就会每一次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去沟通。然后在开始的时候，沟通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我们都要去处理，就是到底要听他的还是要听我的。如果我们俩意见不统一的话，所以就是开船在这1年半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吧，就不仅仅是要面对大自然，包括这个亲子亲密关系各种挑战，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然后都是其实在这些里面我都是要就是让我看到，我觉得佛法里一定有讲这一点，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去修正你自己内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状态是客观的，是中正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旁边的人。但是如果我自己是这种就很紧张，就是很恐惧的时候，我就直接会影响到我的孩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么多次的突发事件里面，这些事情里面，我就发现，我只要是作为妈妈来讲，就是这跟像这个顶梁柱一样的，就是这个我的情绪一失控的时候，那么直接就会影响我的家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在路上我一直在去调整，一直在去学习，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去学习。因为有时候我发现，这个事儿我现在可以处理了，下次有一个新的事情，我这个心又有高低起伏，我又要重新去学习对不同事情的这种客观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在环游中其实很大的一个课题，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课题。好，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当中，尤其是你在土耳其的时候的那种这个地震引起的这个海啸我们知道印尼日本2011年的日本等等，那个都是其实是因为先有地震，然后再引起的这个是海啸。然后这个海啸的这个故事的和相关的，像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自传里面也有很多详细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莲花生大师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他的父亲是在当时这个印度现在那个奥迪亚纳的，就是这个中东的一个国家的国王，他在这个路上见到的。也就是说呢，他过海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呢，在这个这个海港里面，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有花开一个莲花
在这个莲花里面就是有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然后就是把他这个带到自己的这个皇宫里啊，就是当做自己的这个一个孩子啊，有这种故事。那这个故事一开始这个莲师的自传里面说，他们要去过海，就是要海外去。这个要这个拿这个猪，因为这些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这也是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去一些其他的一些海岛无人的那些地方，然后那边有很多的这个黄金珠宝各种各样的如意宝，然后他们专门要去那种地方要去拿。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说的那种盛饭啊，甚至他们准备的这个绳子的啊，绳子的粗，都要怎么样？那些细节其实都有讲啊。这个就是，但是我自己呢，当然呢就坐过船，但是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经历啊，那个很有趣的。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就是说，因为20也就是去年嘛，去年和前年是这个世界上最严重、前所未有的这个 corona， 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那这个疫情期间的，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个当时1年多前的这个一些这个病例也是在船上出现的。大船嘛，啊，不是小船，这是大船，或者前一阵子在这个台湾的有一个叫什么长荣啊什么的，这个靠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动弹不得，然后顺势绕多少亿我也不知道，有这种国际的受到国际那种很多的这个船啊那些的这个有受到影响嘛，这个航线，所以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那个人一个家人自己开一个这样的做一个船去环游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如果一个国家看到你们，那就是会他们觉得，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带到corona等等，然后你自己也可能会遇到任何人或任何的去到任何地方也会有一样的担忧嘛。那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实际上也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这种航线呐，这种各方面都每一个国家都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啊。那怎么面对？怎么解决？遇到什么样的就是特别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部分应该要更特别说一下。好的，好的，这个状况啊，这个堪布上是提的特别好。其实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环游中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给我们环游增加了很多很多的难度啊。这个是背后的一些故事，刀舅妈也知道。其实我从刚出发的时候到悉尼从悉尼飞到希腊的雅典，我们出发，因为当时我儿子只有3岁半，就是小孩啊，他就是喜欢东摸西摸这个年纪，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特别怕他东摸西摸，我就拿一个真的，我拿那个 hand sanitizer 就一直追着给他洗手，我就开始，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我说的一个，就是我的那种担心就会直接影响他的一个情绪，所以就是我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我可以说有一点点过度担心，因为第一不是在悉尼，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他真的被传染，哎，我怎么办？我去哪个医院？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作为妈妈来讲，这些事情啊，我想说，就是爸爸他没有这么紧张，但作为妈妈来讲，我真的特别紧张。然后呢，真的，但是在环游的过程中，通过真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很多很多突发事件的变化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是越来越不紧张了，因为我发现这个紧张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紧张它有可能会让我自己就造成了这种非常紧张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对身体的免疫系统，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好的。但是呢，我觉得不紧张归不紧张，但是安全一定要注意，就是该洗手啊，勤洗手啊，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换衣服啊，这些我们就是安全还是非常注意。
但我为什么说，给我们的航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呢？因为我们其实这1年半啊，我们已经把地中海所有的海域基本上都航行过了。因为以前我没有来过，我在欧洲住了2年，但是我没有说专门去研究这个地中海。我以为它这个内海就叫地中海，实际上在地中海里面，它有很多个海域，就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听到的爱琴海。它除了爱琴海啊、艾欧尼亚海域啊、亚得里亚海，它可能有5、6个、6、7个这样的海域。所以其实我们从希腊到土耳其，土耳其再开了7天7夜回去阿尔巴尼亚，到黑山，到克罗地亚，再从克罗地亚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再横跨到西班牙。其实在这些所有的过程中，我们每进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做很多的调查，就是说从这个国家到这个国家，我需不需要做这个 PCR test？ 然后呢，首先这是一个，就是打个比方说，我要去阿尔巴尼亚，如果我从土耳其过去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要求；我从希腊过去是个要求，从意大利过去是个要求。它对所有国家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就是我们有好多次是夜航，就是差不多有3天3夜、4天4夜这样，就没有间断不睡觉的航行，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有些国家就说，你这个从克罗地亚出发哈，你做好了这个 test， 但是你超过了72小时，我们不承认。那有的时候，这个国家我们就不可以去了。因为我们的航行路程是4天4夜，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又得去考虑，是不是要改道，就是改到其他国家。但是有时候改到其他国家，它老天爷风速、风向、风力不合适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改道，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航行中要考虑的因素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跟我老公一致的认同，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到这个国家，如果老天爷这个风向推着我们到这个国家，我们哪怕要去这个 quarantine 14天，那我们也不能跟这个大自然去对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尊重自己生命、尊重自然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变化。要像以前我们就说，那就不去这个地方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会更加的尊重一个这个自然潮汐风速风力的一个流向，去做一个决定。但是确实这个 corona 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麻烦，每出境一次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检测，然后做检测还要算好了什么时间能拿报告，拿完报告以后我们就要马上起航。如果第2天天气不好，有时候我们还要起航，因为它的这个报告是有一个时效的，就真的给我们添了很多很多困难。真的在航行中，包括我这一次呢，我现在是人在意大利，因为我的先生他邀请了另外3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水手，他们一起横跨这大西洋。那我就是有一个意外的 holiday 对，然后我带着2个孩子和那个公公婆婆呢一起过了一个圣诞，过了一个新年。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次英国伦敦，待了1周。在那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天有点小发烧，刀着满应该知道。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是疫情期间就是体温一升高的时候，我必须得说实话，就是那一次那种紧张和害怕很难形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被确诊，我要去是不是他会把我收监到医院里面呢？然后我要待多久啊？我从医院出来还能不能回意大利呀？我就没有办法去见我的孩子。就是所有的这些不确定性是我们在航行中每一天都要面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其实算是一种无常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什么会发生，你在一个新的国家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舒适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包括有去年的时候，刀志玛知道我的手机，新买的手机，其实挺新的一代手机，我在希腊走在那个船板的时候，我掉下水里去了。就我人掉水里的时候，我手机也掉水里了呀。然后就是我想去买一个新手机，到一个不认识的国家，它没有这个手机店的时候，我都买不到手机。就是一个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非常频繁的事儿。我的信用卡丢了我的手机掉了，我就可以去手机店再买一个。我信用卡丢了，我给银行打电话，我再补一个就行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一直在航行，没有收获地址。信用卡有一次我在希腊就丢掉了，丢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去补，就是很多很多这些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事儿，在航行中它都变得非常的有难度。这个也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学习的很就是拓展很多的地方，就是天天去处理这些各种突发事件，就是也可以是任何事件，就会让我们有一定的难度去处理。好，是，我听到你的这个安娜的这个细节的这个分享，因为疫情就是带来整个人类整个大大小小的事情日常的安排。就像我们呢，在这个心里嘛，我们会经常有一些这个线下的活动啊，一般的或者一些出国的计划，那就是全部都受影响。而且我们以为应该是下个星期会怎么样，或下个月应该会怎么样，然后应该会封锁，应该会就是什么样，这个其实呢就是上上下下的人都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个答案，而且全部都是在无常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无常真的是对整个的人类也好，我们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训练。比如说以前呢，我们知道，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的机场，可能会就是小小的一个原因，可能会这个或者一些火山的一些爆发等等，几个航线受影响，或几架飞机不能起飞，也是这些客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非常觉得不可思议啊，还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媒体也会开始关注啊。你看现在呢，就是说取消就取消，没有人起飞，没有怎么样，就是这个成千上万个，也好像人都变成平常心。还有各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但这个方面呢，你刚刚提到的是无常嘛，痛苦嘛，这个我想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就是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里的这个无常和痛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痛苦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不是这样说。因为释迦牟尼佛本来也不是造物者，痛苦是自己的这个业力和烦恼导致的一个怎么说轮回的一个显现。无常是什么呢？无常的自然。大自然或者这个整个自然的它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这两个东西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时候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这个痛苦这件事情呢，无常这件事情呢，必须要认识到。释迦牟尼佛教法的一开始就是我们要认识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无常。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人间传法的时候，在瓦拉纳西的第一个传法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诸法无常，也就是在万事万物一切的本性是无常的。他的一开头藏文叫律希他们是没大把握，也就是说一切诸法都是无常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给这个务比丘的第一个开口的说出来的，就是无常啊。为什么说要说无常啊？因为是无常，是这个我们必须要感到无常，才能够真正的去珍惜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当下，而且真正的你有能力接纳任何的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个发生和遇见。还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非常重要的4个，就是四圣谛，你们这个应该知道啊。四圣谛的第一谛是什么呢？就是苦谛。也就是说，你想涅槃，你想解脱，你想从轮回当中要获得解脱的话呢，第一，你要认识到什么叫痛苦。在这个认识痛苦是
不是增加痛苦的意思啊，而且是你认识痛苦的本性，反而呢，这个痛苦可以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你的生命带来正面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刚刚这个过程当中，又是这个体会到很多痛苦啊，又是体会到很多的这个无常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呢，在这个生命当中，无论是佛法，无论是生活，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上次我一听到你的这次的这个过程和经历的时候，为什么想邀请你来一起谈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的佛法学习呢，自己要亲身经历的一个体会和佛法要融合在一起的。虽然呢，你刚刚说了啊，就是你不是这种透过意识皈依的这个所谓的佛教徒的一个正式的身份，但是呢，你对三宝、你佛法、你对观自在菩萨有信心，而且我看到你也带着一个念珠，然后就是在这个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因为度一切苦厄嘛，观自在菩萨，你想起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面容，本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缘。所以而且除了念经拜佛之外，更重要是佛法的智慧应用在自己的生活，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你刚刚说这个疫情当中，就是因为疫情当中这个一个环游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啊，特别是，但是我接下来呢，就是想跟你说问一下。你这个环游是从哪里，具体从哪里开始的？经过了多少个国家？然后在哪里？就是这个还这个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再说一下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我刚才我现在的头脑里面还在连接刚才您说的那个无常，其实就是咱们就是普通人里讲一句话，就是只有变化是永恒不变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跟无常一起去共存，然后去把它转化。其实我自己整个还在刚才那个状态，我真的是特别的就是感动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其实在我这1年多里面，就是在每一次突发事件的时候，自己承受得了或者心情有那个承受不了的时候，都是其实这个信念去坚持下去的，就是我必须要和这个无常一起去共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去认识它，就是才能去活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尊重生命，而不是说我去怕它或者带着任何的情绪。就是这个其实是在这1年半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呢是2020年的8月9号从悉尼出发的，那天呢也是刀马的先生去开车专门送我们去的机场。哎呀，那个行李那个多呀，然后还下着大雨，那天下着大雨。然后刀马给我准备了很多吃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对，那天出发，然后第2天到的希腊的雅典是我们其实不能说是正式的第1站，应该说是我们全家，包括我和2个孩子还有我老公的第1站。因为我老公呢，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正式辞掉了工作。其实我们这个缘起也和他的工作有关，就是他其实工作非常好，但是他在工作中有一些事情他其实做的并不开心，所以呢他重新也是去跟我就是跟我去沟通我们2个真正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们其实有过很深的交谈关于这个，所以我们才共同达成了我们想去帆船环游的这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是19年的11月份去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买了我们的现在再去开的这艘帆船。他买完以后呢，整理完所有的手续，他就回来了悉尼。然后他在2020年的1月底他又飞过去了，
然后他飞过去呢，是因为这个船已经在克罗地亚停了2个月，就不能再停了。他把船所有的这些注册呀等等这些手续都办好了以后，他要把船开离克罗地亚，所以当时呢，他就用了差不多，他又停留了1个月，他用了差不多10多天左右的时间吧，把船一路开到从克罗地亚开到了希腊，希腊的这个城市叫 Provesa， 他就把船整个调出水面，他自己开始检修。我们家船上很多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都靠他。就是包括我们买的整套的全新的设备啊，都是他安装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玩摩托车的人，所以他自己整个拆装摩托车他都没有问题，他对机械非常有天赋。然后呢，我们家这些所有的雷达都是他自己爬上30米高的桅杆。他其实也害怕，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用那个自己把自己吊上去以后，开始我们俩一起检修的。我在底下查电线，他在上面去安装那个电线，都是我们俩这样一点一点去做出来的。就是然后呢，当时疫情爆发了，所以他赶紧就回来了悉尼，不然他就回不来了。我们就把船留在了希腊。那么当时呢，其实我们出发，我们原定计划是7月份出发。但实际上我们拖到了8月初，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出发，因为当时悉尼管得很严，全部都关了国境。我们是专门跟这个海关去申请，然后拿到了许可，做了 PCR test， 做了全部的准备工作，然后才开始出发的。那个时候是疫情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真正可以出境，大家以为就完全是不可以出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让它实现了。对，然后呢，我们是从希腊开始出发。我们呢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把希腊的很多岛屿都体验了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飓风，100节的那个飓风。当时我们刚刚离开那个港口，就被飓风整个给摧毁了。当时我们就想，哎，我们简直太幸运了，就躲开了那次飓风，把船停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内港。然后那次飓风的时候，我几乎是。那是我们刚开始开船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到1个月。我其实都不太敢上船甲板的那种，在自然界那种灾难面前，我就觉得太渺小了，就是太渺小了。所以我呢当时就是平静下来，我说，哎，大不了我就不上去看了，我就在船里面，然后去给孩子做饭啊等等，去舒缓心情啊。然后碰到了飓风，碰到了地震。然后还碰到了就是小型的那种海啸，看着那个海水啊，就是往上涨，就觉得这些自然界其实也是很神奇的，就碰到了很多很多，就是这种大意外、小意外。然后这3个月是在希腊，然后我们是11月初，我们从希腊到了土耳其，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在地中海航行的，它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非常冷，是没有人去航行的。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整个成本啊什么的都相对比较便宜的国家，土耳其，因为很近嘛。我们就一路，因为我们其实到土耳其时间已经非常晚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季节，就已经变成了冬季的非常严峻的那个气候。我们一路又开了大概有600多海里，也就是1200公里左右的船，一直是逆风，非常辛苦的逆风航行，终于到站了，可能开了那你想想啊，对，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哎呀，跟我老公说，你看我们又是逆风，每一天每一段都是逆风。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到岸以后啊，哎，我帆船技能一下提升的，好像这个 intensive class 一样，一下就提升了很高，而且那个胆量、胆识，然后处理问题，还有那种就是平静的程度和以前都不一样了。然后我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我们2个到达那个土耳其的时候啊，哎呀，还在一个一个找到底哪一个 marina 能有位置给我们停船，不能停船我们怎么办？然后呢，哎，终于找到一个，然后我们终于开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感觉就好像真的，哎呀，整个可以放松一下了。然后我们在这个 Marina，我们在土耳其住了8个月，大概8个月。然后呢，这8个月中间发生了好多好多无常，这个刀着吧应该都知道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因为这个故事，我们沟通过很多次，各种事情啊，虽然跟开船没有关系，但是和他的政府的要求啊，各个就是跟这个政府打交道啊，然后他要克扣我的包裹呀，就是强行要钱呐，各种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背景。对，然后我们就是在土耳其呢，我们就认识了另外一家人，瑞士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开船开到，就是这时候就是到了第2年的不是今年，去年我们已经到2022年了，2021年的4月份，4月份我们就说，哎呀，如果今年我们要横跨这个大西洋，我们就一定要往西航行，不然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一定要航行。但这时候呢，这个就是希腊和土耳其他们2个国家的关系一直不好，是非常对抗的。所以呢，希腊政府关闭所有的海事国境，所有的船只，其他国家的都可以通过希腊，唯独从土耳其开过去的船不可以给我入境，就是海事入境，它也有一个海关的，它不给我们入境，不给任何船只从这个土耳其过来的入境。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挑战第一次的这种横跨整个爱琴海到这个亚得里亚海或者埃欧尼亚海，然后整个这一段可能有700多海里，就是1400多公里吧。因为我们的船速是很慢的，船速大概平均的时候可能1个小时10公里这样，就是这几百海里都是这样去一点一点去航行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准备了很多很多食物，然后就准备开始横跨啊。我们也不知道横跨要到哪个国家，因为呢，当时呢，我们要到了一个点，我们才知道风速啊，它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到底是去马耳他呢，还是要去这个那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完成这次旅行，就所有的都是未知。然后我们就开到这个希腊这个最南端的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些风浪啊、潮汐啊怎么走，怎么样去推动我们船的时候，我们最后决定到阿尔巴尼亚，然后我们就北上了阿尔巴尼亚，然后从阿尔巴尼亚呢又开到黑山。黑山呢，我们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龙卷风，然后我老公还去开着小艇去救援了隔壁我们朋友家的那个船，因为他们家船有一些意外，就是被拖动了，因为那个风太大了，他们的那个船锚下的太短了然后撞到了别人家的船。我老公开着我们家的小艇过去救援，就是也是有很多故事，就第一次遇到龙卷风。然后呢，又从黑山开到了克罗地亚，因为我们呢，在这个期间，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的这个护照啊，在这个欧盟国家能待多久，我们就所有的都是要算好时间，就有很多考量因素，除了 COVID 以外吧。然后又从克罗地亚呢，我们有一个半月左右吧，那一段时间其实刀德玛也知道，就是基本上都是3天3夜的航行，不停船，就开到意大利，然后意大利一个岛屿，然后就停完了以后往西班牙开。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赶路，就往这个地中海最西面赶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决定要去横跨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海。然后那时候呢，我们还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澳洲完全关闭国境，我们邀请的几个水手啊，他们都是在澳洲，他们都出不来，没有办法帮我们。我和我老公，如果就我们2个人要横跨要开1个月，我们2个人有一点太辛苦。然后因为航行的时候，这个船体这种角度，我经常是在这种角度去做饭，就是都是新锻炼出来的技能。然后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然后直到就是澳洲咱们11月份开国境的时候，哎，我们朋友突然说，哎呀，我们可以来了，我们2个的那个心才觉得安定一点。
然后大家就是我才决定我回来意大利，然后我老公呢带着3个水手去横跨。然后我们下一步呢，是我在这个月的13号，我会飞去加勒比海和他们会合。包括前2天，其实我老公是在船上有点不舒服，有一点发烧，他也是比较担心，所以这个 COVID 真的搞得大家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会有这种担心，我觉得我也挺能理解的，又是在这个大西洋中间。没有医疗设备，没有任何，然后他还必须要行船，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挺有意思的。那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就是再有间断的，就是你接下来的这个开始是这个13号，可是你的整个环游的计划是还有多少年？还是1年，还是2年，还是什么时候要结束啊？这个就简短的说一下。环游计划我觉得还有3到4年这样，就是我们在加勒比美洲这里啊，这个应该待2年，然后我们横跨巴拿马以后呢，我们横跨太平洋，在这个太平洋整个再回来，但太平洋其实很大，而且中间有很多岛屿，我们想先体验一下，然后大概我觉得最快也要3年吧，才回来悉尼，才回来澳洲。那就我和还有你的所有的这个悉尼朋友，还有德基玛的这个先生呢，你也刚刚说是第一次，就是从悉尼出发的时候是这个他就是送你们去这个坐船的嘛，所以呢，希望呢就是有一天你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然后就是整个这个你们的环游计划圆满成功，然后再到了这个悉尼的这个某一个港口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我就是刚刚本身呢想问一个是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背景是一个怎么说亚洲人嘛啊，那你现在家庭的还有你的老公，尤其是在意大利整个地方都是一个洋人的一个这个西方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然后你自己呢，主要也是这个，也经常有这个念经这对佛法有这个有信心和兴趣的。可是呢，你的这个先生呢，在家里也许是这个没有特别的这个信仰，或就是不会有跟你特别相同的，而且一般的文化生活习惯从小长大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这是我知道当初你的母亲为什么那么担心，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考虑嘛。所以呢，这种种种的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你是怎么去平衡怎么去做到一个完美的，或者就是你能处理的很好呢？这个就是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这个你学佛或者这个就是你了解的这个佛法的智慧的角度的思维有关系吗？还是怎么样？我明白了，明白您的问题，和我自己了解这个佛法和我对佛法的认知的这个一定有关系，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同时呢，其实我想说，就是我先生他其实是，他算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他呢是在意大利出生，他的父母都是信教的，但是呢，他是在可能1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洗礼了。他那时候他呢，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他是一个理论上的天主教徒，他实际上并非是有任何的宗教背景的，因为他自己长大，他就跟我说过这段话，他的原话就是他说我自己都没有选择权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洗礼了。他说我不觉得这个是我的宗教，而且他有一点我觉得是我非常欣赏的是，他对所有的宗教都不排斥。就像我每一年我在悉尼的时候，以前有习惯去南天寺有习惯去拜的时候他都开车带我去。以前我自己不开这么远的车的时候，他都愿意去，而且他很喜欢寺庙的感觉。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哎。”
他说这个寺庙啊，他说感觉和欧洲的这些教堂这么不一样。我说教堂怎么了？他说你看意大利的教堂多宏伟，他说进去黑不溜秋的，他说你不开心的，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这个就是音乐世家，他们经常会在教堂里有这个音乐会，都要点起那个灯来的。他说你看你进去的时候没有那个灯的时候啊，他那个采光并不好。他说哎，你看这个南天寺都是亮亮，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他说哎，我进来就觉得很舒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open 的人，他对宗教方面非常 open。同时呢，我自己啊有在这个船上去，我是24个小时放着经文的啊，那个都是刀正妈帮我准备的。他对，然后我是每天有点香的习惯，但有时候我就白天忘了说，哎呀，晚上点香吧。但是我们船体呢，其实我们的船是15米长，但是再长它也不如我们家的那个 house 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在晚上点香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味道，它其实挺敏感的，它眼睛啊会觉得红肿什么的。那这时候我其实就会跟他去协调，哎，我就会把窗户打开，或者我说，哎，那今天就不点香了，等等。其实我们俩在这方面沟通啊，从来没有过一个，就是他从来没有过反对过我，就是去有任何宗教的背景。同时，他有跟我聊过佛教，他就是我也有把我所知的对于佛教的这些理解，其实都尽量的转达给他。他其实是，他是很多很多理念他是认可的。这个是我目前就是说非常，我觉得就是说让我觉得没有任何困难的一个地方。我跟他在这方面的交流没有困难。其实我们两个沟通交流，我们两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有8个字，4个大点，就是第一就是沟通，第二就是客观，第3就是信任，第4就是尊重。就我们两个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我们家发生过很多次，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对彼此的观点不认可，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尊重对方的观点。就是我老公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认可你的这个点哈，但不代表你就是错的。他说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错，就是他说但是你不能强求我去认可，但是我不会去阻拦你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俩之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他可以不认可，但是呢他还是尊重我去做。所以其实同时对他的很多决定我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每次的沟通相对其实都是蛮客观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沟通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而且本身我们两个是比较相信彼此，就是这个信任感，我也知道啊，他不会去就是说啊，因为我就是不赞同这个观点，他去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啊，伤害自己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8个字，这4个点8个字是我们家真的是我觉得对这个没有太大冲突的一个核心吧。就像我在航行的时候，如果有突发状况，我呢可能是一个比较跟着自己心走的人，他呢可能比较他帆船的了解啊，还有这些知识的学习，他可能会从知识层面去想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我是可能应该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在航行的时候，我还是会说还是先听他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协调这样子。是，那我也听到你的这些分享嘛，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幸福的创造或者人生的成功，像是这个家庭和这个家里的人的之间的这个沟通和这方面就是要做到最好的，那这是一个基本。然后再就是有更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其实是离不开佛法的。那佛法确实是这方面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啊。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呢就是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分享可能是到就是主要是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接下来呢想跟多吉嘛。就是你可以开这个麦克风，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呢，多吉嘛，那我刚刚从安娜的这个口中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她一路呢，其实在精神上一些，怎么去年
这个年间啊，就是一些在土耳其那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好，在这个一路上呢，很多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一些佛法的知识，尤其是我所了解的东西嘛，就是对佛法的新认识，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喜，就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对三宝的这个新人，然后他自己所了解的就分享给你啊。那这些呢，其实经常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呢，上司是高高在上，可能会在给你一个加持或一个指导，但是真正每日生活发生当中，或者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学习是金刚道友之间彼此的一个分享和彼此的一个交流，是经常这个佛法用在生活当中的时候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连接，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也就是佛是道是，法是你的这个皈依的这个救护者，那个僧这个善知识或者金刚道友是你的伙伴，明白吗？你就是这个向往街头的伙伴。所以呢，我觉得听起来呢，他也就是用这种精神的一些佛法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对你们有了这个很多生活上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缘分呐。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多尔基嘛也是我们这个荣森佛教频道的职工啊，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也就参加了，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谈话，然后就你呢就是怎么说呢，也你自己的角度啊，刚刚我们所谈的，尤其是你所整个过程都你知道安娜的这个环游的这个计划和这个一个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现在的状态，还有你自己这个一些佛法的一些思维啊，分享的这个，然后就是你和他之间的这些交流。所以呢，总的来讲的话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好的，我来说一下。首先呢，非常感恩上师给这个机会让我们参加这次对谈，然后呢，也是非常感恩安娜她能接受这样子的一次邀请。我来说，因为呢，从这个整个行情开始呢，其实刚开始啊，我也是对安娜非常的担心，各种的担忧。但是呢，随着她慢慢的进入的这种状态，我发现我们两个的这种能量场啊，是互相影响的。当他处之泰然的时候，我的这份担忧担心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心随那个境转，境由心生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我就发现整个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娜她真的是成长的非常的快，就是对她来说，她在我的这个眼中，她是一个修行者，她真的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在修行。对他来说，船上整个大自然全都是他修行的一个道场，真的是他修行的一个道场。我记得就像那个佛经典上说的，就是处处总成华藏界，各中无处不毗卢。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生活的每一个当下。他都在做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修行，对他来说，其实佛法完全没有脱离他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状态，他的各种顺势而为，还有他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啊，让我就是给我的生活，给我们身边的人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包括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安娜她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然后她有她的课程，她还要带学员，她还要带着大家去做一些解读啊，各种的事情，她都有积极的去参加，然后她把她的这种环游的精神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就是说呢，他是在改善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世间，然后呢，他也在这个觉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六祖慧能大师他有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么安娜她就是非常用她的这种切身的经历告诉我们，
他在修行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去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他也在就是他的这种决心还有觉醒啊，还有这个觉性啊，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的一个震撼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他是在觉悟他的人生，然后呢，他也同样在用他的这种方式，他在利众，因为他把他的每一个环游的每一个过程都和我们大家做了很多的分享，对我们其实都是受益匪浅的。对，对我来说，就是他现在的这种智慧啊，还有他在环游当中升起的这种慈悲心啊，就是我们当今想要把这种佛法去更好的传播开去，然后这个佛法的形象啊，就是通过这样子生活当下的每个一点一滴，通过改变自己去向身边的人去展示的。这个就是佛法走向了世界，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用他的这种精神带着我们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佛法走向了整个世界。好，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感恩上师，感恩安娜。董师傅讲的非常好。我刚刚看到那个你这样讲述的时候，这个安娜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安娜就是可能会自己就是回忆起这个种种的这个过程。那你要什么补充的吗？我看到这个安娜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这句话，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佛法是存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当下的。其实我在环游的过程中啊，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这个是我环游里最喜欢的一部分。我去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就是一种新的连接、新的交流。然后呢，我真的刚才为什么听到 Dojima 说这一段特别感动呢？是，你自己的一个经历被别人能去理解的时候的那种共鸣，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在环游过程中，我一直在跟很多家庭，在恰当的时候、顺势而为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有跟他们讲佛法是什么。他们有一些家庭是很感兴趣佛法的，包括一些我认识的英国的家庭啊，包括上一次那个瑞士的家庭，那个妈妈是德国人，她就很有这种连接。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把很多我们就是一起航行，包括和这些其他家庭一起航行中间的事儿，我也有用佛法的一些很简单的这些理念去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很感动。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出发的时候，我跟刀正马说过一段话，就是我说我希望我这一次的航行其实是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这个佛法去传递出去。我说这其实本身也是我想去做的，能去做多少，能去怎么样做？我说我当时没有出发的时候，我说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一路上，我觉得这些所有的面对的无常，已经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新的连接，让我去再次重新看待自己，就是看待大自然，看待所有的生命，看待所有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别人分享了。所以其实现在我也在一直和我周围哪怕可以认识的人去分享。如果我听到有人对佛法有误解或者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会真的是现在是一种下意识的去跟大家像讲故事一样去讲我自己生活中的连接。这个没有刻意，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潜意识的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行为。好，那我们就是今天呢，就是非常圆满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彩的你的分享，还有多吉玛的刚刚也就是补充的，就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谈话的内容的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啊。那我们大家都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都是亲身经历，自己真正的这个不是想象而已，而且是实际行动当中的这个事情。那也非常感谢你们两个的这个参加。然后我今天呢，其实是这个用中文的这种访谈，就是有点像主持的这个身份来，就是今天主持人的那种去看的是第一次
所以呢，也就是有一些这个顺序上啊，这种这个传联啊各方面呢，可能就不是很自然或很熟悉。但是反正呢，我就是今天呢，真正的就是其实我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呢，整个这个环游啊，坐船去这种呢。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调整和各种各样的一些太多的一个细节，但是实际上呢一无所知。所以刚刚你分享这些细节的时候，也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那下一个就是你就是13号吗？就是开始，你就是这个下一个季节啊，下一年的这个积蓄，你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就是我相信是不离三宝的这个智慧尤其是呢，我推荐你有时候呢，你也就是念《金刚经》在这个船上这个一起就是配着你，因为这个《金刚经》它就是金刚所以呢，它就是这个你的整个的这个磁场，整个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身心，也就是带来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力量它就是《金刚经》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内容呢，也就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般若智慧所以呢，就是你就一并呢，就是这个你和《金刚经》一起相伴，一并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遇到什么。都是当做一个最好的这个学习来完成你的重大的这个计划，我相信就是这样。那还有就是罗吉玛有什么补充吗？没有了，没有 OK，了。好的。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谢谢上师的开示。那个《金刚经》呢，金刚，等一下发给我吧。我又有新的功课，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然后堪布今天的中文主持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也特别荣幸，这是第一次的中文主持，然后特别感恩这次机会，特别特别感恩。谢谢金刚这个桥梁搭的真的太棒了。那我们也就不只是这一次，还有呢，下次我们保持联络，过程当中，我们也保持联络，还有要保持继续这个给大众就是你就分享你的这个过程的故事。好的好的，再次起航之后，有新的感悟连接我们再用佛法去连通，再用佛法去学习。好，好的，晚安。悉尼已经很晚了，我没有算具体几点，10点，快11点了，快11点了。10点半，好的，那大家早点休息OK， 好的，扎西德雷，晚安，拜拜，扎西德雷，拜拜拜，好。